做伙读圣经，今仔日6月7日，做伙读列王纪上卷第8章到第10章。咱用的版本是现代台语译本。第8章，迄时所罗门召集以色列的长老、各支族的首领，以及各宗族的族长来耶路撒冷，要迎接上主的约柜，对锡安的大卫城运起来圣殿。以他列月就是7月，大了节的时，以色列人拢聚集伫所罗门王遐，以色列的长老拢来，遐的祭司就扛约柜起来。祭司甲利未人将上主的约柜、会幕以及布片内一切圣的器具扛入圣殿。所罗门王甲聚集伫伊遐的以色列全会众，伫约柜前献牛、羊做祭物，祭物坐甲未算得。这是将上主的约柜入内殿，就是至圣所，下伫指定的所在。天使基路伯是顾下面，基路伯伫下约柜所在的顶面踢开伊的室，亚看约柜甲扛约柜的杠真长，杠尾伫内殿前的圣所看袂到，对外面就袂当看到。到今仔日杠还伫遐，约柜内面只有2块石板，以外拢无别项物。石板是以色列人出埃及地，上主伫何烈山甲因立约的时，摩西所下的。当祭司对圣所出来的时，有云充满上主的殿，因为安尼，祭司袂当徛地服侍。上主的阳光充满上主的殿。迄时，所罗门讲：上主有捌讲，伊要点伫密云的所在。我已经起一间长虹的殿，做你永远徛起的所在。以色列会众拢徛伫。所罗门王还过来甲因祝福。伊讲：上主以色列的上帝应该得到呵乐。伊亲嘴对我的老爸大卫应允的，拢亲像实现。上主讲：对我带我的子民以色列出埃及以来，我毋捌伫以色列众支族中建一个城为我的名起圣殿。毋过，我有选立大卫来治理我的子民以色列。我的老爸大卫心内有意思，要为上主以色列的上帝的名起圣殿。总是上主对我的老爸大卫讲：你有意思要为我的名起圣殿，你这个心意真好。毋过，你毋通起，你亲生的囝会为我的名起圣殿。但上主实现伊所讲的话，我照上主的话起来刷接我的老爸大卫坐以色列的王位，佮为上主以色列上帝的名起圣殿。我嘛伫遐为约柜准备一个所在，柜内有上主的约，就是伊带咱的列祖出埃及的时，甲因立的约。所罗门当以色列会众的面前，徛伫上主的祭坛前，举双手仰天，讲：上主以色列的上帝，天顶地下无一个神明亲像你。你对遐个一心一意顺服你的仆人，守约是慈爱。你有这首对你的仆人我的老爸大卫的应允，你亲嘴应允的，今仔日拢亲手实现。上主以色列的上帝，求你实现对你的仆人我的老爸大卫的应允。你有讲，你的子孙若亲像你，伫我的面前谨慎生活，你的后代就会永远坐以色列的王位。以色列的上帝，
你对你的仆人我的老爸大笔所讲的，求你实现。上帝啊，你兼真正住伫地上，天甲天顶的天拢无够通互你住，何况我所起即间圣殿。上主，我系上帝，求你就听你的仆人的祈祷恳求，听你的仆人今仔日伫你面前的求叫祈祷，愿你明日看顾即个圣殿，就是你讲你要临在的所在。你的仆人即个所在祈祷的时，求你听。你的仆人甲你的子民以色列即所在祈祷的时，愿你伫天顶你住的所在，听阮的祈求，赦免阮。人若得罪厝边，受别着咒詛，伊来即间殿，伫你的单前咒詛，伊是无辜的。求你伫天顶乐听来办理，审判你遮的仆人，定歹人做有罪，照伊的所做，甲伊报应；定无辜的做无罪，照伊的正直，甲伊报赏。你的子民以色列若得罪你，互对敌拍败，因若反悔归你，宣言你的名，搁伫即间圣殿对你祈祷恳求，求你伫天顶乐听，赦免你的子民以色列的罪，互因倒来你所赏赐因列祖的地。因若得罪你，你甲天关捌无落雨，你刑罚因的时，因若即所在祈祷，宣言你的名，离开因的罪恶，求你伫天顶乐听因的祈祷，赦免你的仆人甲你的子民以色列的罪，假使因行正直的路，搁落雨伫你赏赐因做产业的地。即个地老饥荒、瘟疫、火烧风、病害、草莓公，也是对着围困因的城，无论有甚物灾害、甚物大病，你的子民以色列中，若有人为家己的灾害心艰苦，即个圣殿举手迫切恳求，求你伫天顶，你徛起的所在，乐听来赦免因，帮助因，因为你知因的心，嘛只有你知世间人的心。愿你照因逐个人的行做对待因，互因伫你赏赐阮列祖的地，一世人敬畏你。老外国人毋是属你的子民以色列的，因为听到你的大名、大权能的作为，甲你救助的手骨，对真远的所在来，即个殿祈祷，求你伫天顶，你徛起的所在，听因的祈求，照外国人一切对你恳求的来做，互天的万民拢会亲像你的子民以色列相款，捌你的名，敬畏你，搁互因知即个圣殿是敬拜求叫你的所在。你的子民奉你的命令，无论出去甚物所在，甲对敌交战的时，若你所竞选的城，甲我为着你的名起的殿，对上主祈祷，求你伫天顶听因的祈祷恳求，互因得胜。世间无一个人无犯罪，毋过你的子民若得罪你，你对因生气，将因交互对敌，甲因掠去对敌的地，无论远还是近。因若伫互人掠去的地回心转意，搁伫因受掠的地悔改，对你哀求，阮有罪，阮悖逆，阮做歹。因若伫对敌掠因去的地，专心专意归顺你，搁你赏赐因列祖的地，甲你所竞选的城，以及我奉你的名所起的殿，对你祈祷，求你伫天顶，你徛起的所在，听因的祈祷恳求，
照功德对待因，佮赦免遐个得罪你的子民，以及因一切的罪过，互因对掠因的人得到怜悯，因为因是你的子民，你的产业，是你对埃及、对主体的贿赂中救出来的。至高的上主啊，求你开目睭看顾你的仆人，甲你的子民以色列，无论什么时对你恳求，求你听。你要对地上万民的中间分别阮的列祖做你的产业，是照你带因出埃及的时，通过你的仆人摩西所应允的。所罗门双脚跪伫上主的坛前，也双手仰天，对上主祈祷恳求煞，就起来，伊徛地大声祝福以色列全会众，讲：上主应该受称赞，伊有照应允赐太平，互伊的子民以色列。伊通过伊的仆人摩西所应允稳定的话，无一句无实现。愿上主咱的上帝甲咱同在，亲像伊甲咱的列祖同在相款。愿伊无离开咱，无放杀咱，互咱的心归于伊，遵行伊一切的道路，守伊所互咱列祖的诫命、规例甲命令。愿我伫上主的面前所祈求这的话，明日透到上主咱的上帝面前，佮照逐日的需要帮助伊的仆人甲伊的子民以色列，互地上万民知上主以外无别个上帝。所以恁着对上主咱的上帝存纯全的心，遵趁伊的规例，守伊的诫命，甲今仔日同款。王甲以色列人民做伙伫上主面前献祭。所罗门向上主献平安祭，牛22000只，羊12万只。安尼，王甲以色列人民为着上主的殿举行奉献礼。迄日，王因为圣殿头前的东坛伤细，无够通伫遐献烧化祭、素祭甲平安祭的油，就将上主殿前的埕中央的所在分别做成，伫遐献烧化祭、素祭甲平安祭的油。迄时，所罗门甲以色列人民伫上主咱的上帝面前守节7日，佮7日，共14日。以色列人民对哈马隘口到埃及的溪谷来参加，正做圣况的大会。这日煞过日，王甲人民解散，互因倒去因兜，因就甲王祝福。人民因为上主对伊的仆人大卫甲伊的子民以色列所赏赐一切的恩惠，心内欢喜快乐。第9章，所罗门完成上主的圣殿、王宫甲伊所爱起的建筑了后，上主第二遍对所罗门狠狠，亲像以前伫基本对伊狠狠同款。上主对伊讲：你伫我面前祈祷恳求的事，我拢有听到。我已经将你所起这间殿分别做成，做永远敬拜我的所在。我的目睭，我的心，嘛要不时伫遐。你若亲像你的老爸大卫，伫我的面前心纯全，所行所做正直，遵趁我的诫命，接受我的规例甲命令，我就要坚固你伫以色列国的王位到永远。亲像我有应允你的老爸大卫讲，你的后代会做以色列的王位永无断。恁甲恁的子孙若越走离开我，无接受我颁布互恁的诫命甲规例，去服侍敬拜别个神明，
我就要将以色列人对我想属因的地，甲因消灭，嘛要击杀即间分别罪性用来敬拜我的殿，互以色列人伫万国中做笑谈，受人取笑。即间圣殿现在虽然东风，到迄时经过人会着惊取笑，讲上主哪会安尼对待即个地甲即间殿？有人会因讲，是因为因气杀带因的列祖出埃及地的上帝，因的上帝去信奉别个神明，敬拜服侍因，所以上主互这一切的灾祸临到因。所罗门用20年起上主的圣殿甲王宫，这两间完工的时，所罗门将加利利地20个城互泰尼王希兰，因为希兰有照所罗门的请求，用百香茶、青树茶甲金互伊。希兰对泰尼出来去看所罗门互伊的城，看了无介意，就讲：我兄弟，你互我即款的城哦。伊就叫遐个城做加布列地，到今仔日。希兰捌送金大约4000公斤，互所罗门。所罗门王派强制劳工起造上主的圣殿，家己王宫、米罗、耶路撒冷的城墙，甲下索、米结做以及基色这个城。早前埃及王法老上来攻击基色，放火烧城，杀死城内的迦南人，将城互伊的查某囝所罗门的某做嫁妆。所罗门重建基色、下别何伦、巴拉，甲犹大旷野的拉莫。所罗门嘛起造真侪城，囤积军用品、战车甲战马，搁伫耶路撒冷、黎巴嫩甲伊治理的全地起造伊所爱起的建筑。所有住伫境内的阿摩利人、赫人、比利洗人、希米人、亚布斯人存落来后代，毋是属伫以色列，无互以色列人消灭的。所罗门强制因做苦工到今仔日。毋过，所罗门无互以色列人做奴隶，互因做伊的战士、人臣、首领、军长、战车长、马兵长。所罗门的督工有550人，管理做工的人。法老的查某囝对大毕城搬入去所罗门为着伊起的宫殿。所罗门搁起米罗。所罗门当年3遍伫伊为上主起的祭坛献烧化祭甲平安祭，搁伫上主的面前烧香，安尼伊完成起造圣殿的工程。所罗门王伫以东地区的红海海边，挖掘以路的以顺甲别坐船。希兰派伊的部下，就是经验丰富的船员，甲所罗门的部下做伙行船，引起俄会对遐运送金14000公斤到所罗门王遐。第10章，示巴的女王听见所罗门因为上主的名所得到的名声，就来要用难题甲伊考。伊带真侪人臣来到耶路撒冷，各有落得在香料，真侪黄金甲宝石。伊见所罗门的时，就将心内所有的难题甲伊问。所罗门照伊所问的，一一甲伊回答，
无一项困难甲王袂晓应。示巴女王见识到所罗门所有的智慧，看到伊起的宫殿、桌顶的食物、摆列祭地的银神、军队服饰的罗卜，甲因的衣服，以及天酒的罗卜，佮看到伊伫上主的圣殿所献的烧化祭，就规人拢硬去。示巴女王就对王讲：我伫阮本国所听到你的事迹，甲你的智慧，拢是真的。本来我毋信遐话，甲我亲目看到才相信。人甲我讲的，也无事实的一半。你的智慧甲你的富足超过我所听到的。你的部属真有福气，你的元神真有福气，因不时伫你的面前听你智慧的话。上主，你的上帝应该受称赞，伊爱你，互你坐以色列的王位，因为上主永远听以色列，所选立你做王，互你通秉公行义。示巴女王将大约4000公斤的金、真侪香料甲宝石送互王，前到呾，毋捌有人亲像示巴女王送遐侪香料互所罗门王。希兰的独船对俄妃运金来，佮带真侪大香茶甲宝石来。王用这的大香茶做上主的殿甲王宫的栏杆，嘛为唱歌的人做琴甲瑟。前到今，毋捌有人看见遐侪大香茶运来。所罗门用真侪礼物送示巴女王，以外佮照女王所所要求的，拢送互伊。女王甲伊的元神就倒去因本国。所罗门当年收到的金共23000公斤，以外还有对生理人甲贸易商收的税金，以及对阿拉伯遮的王甲国内遮的省长所收的。所罗门王拍大盾牌200面，每一面用金7公斤，佮拍小盾牌300面，每一面用金2公斤。王将这的盾牌下伫黎巴嫩林宫。王佮用象牙做一个大宝座，用纯金搭的。宝座前有6盏旗仔，坐位天的顶面是圆的，两边有抢花，抢花的边仔佮有一只狮徛的，佮有12座狮徛伫6盏旗仔6盏的双边边。别王国拢毋捌安尼做。所罗门王所有啉的器具拢是金的，黎巴嫩林宫一切的器具嘛是纯金的。伫所罗门的时代，银无互人看做真有价值。王有塔斯的军队，甲希兰的军队做伙航海。这个塔斯的军队运金、银、象牙、镐、孔雀，每3年倒来一遍。所罗门王的财富甲智慧赢过天的诸王，全世界的人拢想要来见所罗门的面，听上帝赐予伊的智慧。因大家带进贡的礼物，就是金器、银器、衣服、军器、香料、马、螺，逐年拢有一定的数量。所罗门王有建立军队，战车1400台，马兵12000名，安置因伫遐个阵战车的城，甲耶路撒冷王遐。王统治的期间，耶路撒冷的银亲像石头遐济，碧香茶亲像山坡的
山茶、树遐济。所罗门的马拢对埃及甲科威进口，是王的生理人对科威照饲价买来的。对埃及进口的正车，逐台大约7公斤的银，正马逐只大约2公斤的银。所罗门的生理人嘛经手将这的出口卖互迄银甲叙利亚人遐的王。今仔太圣人在伫列王记上卷第8章到第10章。